你知唔知 C.S. 路易斯喺《返璞歸真》呢本書入邊提出咗一個超顛覆認知嘅邏輯推演，即係所謂嘅路易斯三難困境。呢本書咧，其實係二戰期間咧喺英國廣播電台嘅演講內容。佢當時想用最口語、最理性嘅方式，將超複雜嘅思想解釋俾大眾聽。喺我哋深入呢段成日被誤解嘅內容之前呢，我想先拋出一個打破常規，亦都係路易斯成個推演起點嘅核心觀念，就係你完全可以唔中意耶穌。冇錯，你冇聽錯，你完全可以唔中意佢。呢句聽落係咪有啲反直覺？我哋平時成日覺得要討論歷史上呢啲超級重量級，尤其係宗教界嘅人物，好似就要帶住某種敬畏同崇拜，或者喺外表上要扮到有啲好感啊。但係路易斯呢段推論呢，係完全建基喺冷靜嘅理性同嚴格嘅邏輯檢驗之上，同你個人感受一啲關係都冇。你大可以唔中意佢，覺得佢講嘅嘢好刺耳，真係完全冇問題。因為路易斯要嘅唔係你嘅信仰，亦都唔係你嘅感情，佢要嘅係我哋理智上嘅誠實。你可以唔中意佢，但係呢個絕對唔會影響我哋跟住要展開嘅邏輯推測。不過呢，跟住呢句先至係真正刺痛我哋現代人神經嘅關鍵。但你唔可以淨係話佢係個好人。喺我哋而家嘅社會文化入邊，將一個充滿爭議又好有影響力嘅人物直接降格，做純粹嘅道德導師、哲學家或者好人，可以話係一種超級安全又舒服又受歡迎嘅做法，根本就係完美嘅社交安全牌嚟㗎嘛？點解？因為一旦我哋認定佢只不過係個傳遞愛同和平嘅哲學家，我哋就可以隨心所欲咁揀我哋順眼嘅教誨，就好似愛你嘅靈魂咁啦。然後好優雅咁扮睇唔到嗰啲令人唔舒服又有挑戰性嘅部分，咁樣我哋就唔使對自己嘅生活作出任何實質改變。但針對呢個特定嘅歷史案例，路易斯就好犀利咁指出咗呢種理智上嘅妥協絕對行唔通。我哋而家面對緊嘅係一個普遍嘅社會假設同殘酷歷史現實之間形成超強烈嘅對比。好多人而家可能包括聽緊呢段解說嘅你心入邊可能都係咁諗嘅。好啦，我願意承認佢係一位偉大嘅道德導師，我都好尊敬佢嘅教導，甚至願意時刻遵守嗰啲高尚嘅標準。但我絕對唔接受佢聲稱自己係神嗰套，聽落去係一個超完美、超理智，而且完全冇威脅性嘅妥協方案。呢個大概都係大家喺飯台上最中意嘅標準答案。但殘酷嘅歷史現實又係點呢？現實就係佢本人根本冇留低呢個選項。我哋唔可以將一個連佢自己都從來冇俾過嘅身份硬生生縮落佢頭上。講到底，呢唔單止係對歷史文本選擇性失明，更加似係一種為咗逃避更深層問題而喺理性上作出嘅退縮。咁佢歷史上到底講過咩咁狂妄嘅說話，令路易斯覺得我哋絕對唔可以只叫佢做好老師呢？嚟睇下呢啲保證包你震驚嘅宣稱。首先，佢話自己可以赦免人嘅罪。路易斯喺呢度用咗一個超生動，甚至有啲荒謬嘅比喻。如果有人踩咗你隻腳，或者偷咗你啲錢，你梗係可以原諒佢，呢個叫寬宏大量。但係你諗下，如果有個人佢又冇俾人踩到腳，亦都冇俾人偷錢，但係成日周圍遊遊蕩蕩對住啲傷害別人嘅人講我原諒你嘅罪，咁唔荒謬咩？就好似 A 打咗 B，結果 C 走出嚟同 A 講唔緊要，我原諒你一樣，咁莫名其妙。除非佢覺得自己就係嗰位所有罪惡最終冒犯到嘅上帝，唔係嘅話，呢種行為簡直係不可理喻嘅狂妄。再嚟，佢居然聲稱喺歷史人物亞伯拉罕出世之前，佢就已經存在，呢個直接打破咗人類時間同埋空間嘅限制。最誇張嘅係，佢甚至聲稱自己有權喺世界末日審判全人類。各位，你諗下，一個如果只係教導道德、愛同和平嘅普通人，係絕對唔可能講得出呢啲充滿絕對權威，甚至可以話係極度狂妄嘅說話。面對呢啲極端甚至有少少嚇人嘅宣告，嚴謹嘅邏輯推演其實只會留低三種可能性。呢個就係大名鼎鼎嘅三難困境。我哋喺呢度一定要稍為放慢腳步，仔細推敲呢三個分支。如果一個普通人講出嗰啲說話，第一種可能佢係講大話，佢心入邊好清楚自己唔係神，但係仲要故意呃成千上萬嘅群眾，咁佢就係一個居心叵測嘅大騙子，甚至可以話係極度邪惡嘅人。咁樣嘅人絕對唔配叫咩偉大道德導師。好，第二種可能就係佢癲咗，
路易斯形容得真係好貼切，一個凡人如果真心以為自己係創造宇宙嘅神，咁佢精神錯亂嘅程度，同一個堅稱自己係隻水煮蛋嘅人冇咩分別。所以如果佢唔係騙子，咁佢一定病得不輕。但係重點嚟啦，如果佢喺歷史上嘅言行舉止，佢嗰啲深邃嘅道德教導都證明咗佢唔係邪惡，亦唔係癲嘅，咁前面嗰兩個選項就唔成立啦。咁我哋就只剩翻第三個好令人敬畏嘅選項，佢講嘅全部都係真嘅。呢個就帶出一個好關鍵、好一針見血嘅事實，佢只係一個好老師。呢個選項一直都唔存在。呢就係路易斯呢套邏輯推演最有殺傷力嘅地方，就好似下西洋棋嗰陣被將死咁，直接逼我哋徹底放棄嗰塊最舒服、最安全嘅中間地帶。喺嚴格嘅邏輯檢視之下，我哋最中意亦最習以為常嗰個偉大嘅道德老師標籤，即刻就瓦解咗。你真係唔可以用對待蘇格拉底或者孔子嘅方式去對待佢，因為佢自己宣稱嘅內容呢，根本上就排除咗呢種可能性。佢唔係瘋子，就係個可怕嘅騙子。唔係嘅話，佢就係佢自己口中所講嗰位。所以呢個絕對唔只係一場2000年前嘅歷史探討咁簡單，呢個更加係一條直接衝住你、衝住我嚟嘅問題。如果你係一個重視思想誠實嘅人，咁呢條問題絕對值得你停低，好好諗諗。當我哋意識到嗰條睇落合理嘅退路，即係嗰個令我哋覺得好舒服嘅中間地帶，其實根本唔存在嘅時候，理性上嘅誠實就要求我哋唔可以再扮睇唔到，我哋唔可以再多喺，佢只不過係個好人啫。呢把舒服傘底下，試圖就咁敷衍過去，騙子、瘋子定係真相？呢個係一個完全避無可避嘅挑戰。你要喺證據同邏輯面前親自作出一個勇敢嘅選擇。如果你想探索成個邏輯推演嘅完整脈絡， C.S. Lewis 反璞歸真而家已經上線啦。我哋今日講嘅呢啲，其實只係揭開咗呢場深刻思想探索嘅冰山一角啫。當嗰條舒服嘅中間路線被徹底封死，喺騙子、瘋子同真相呢三個極端選項之中，你覺得邊一個先至係真相呢？